小四啊，是胡乱吃坏了一些东西，回头我拿些药来盯着他吃，以后得看着他。他如果再这样胡乱吃东西下去，会得肠炎的。你们啊，都给小弟弟吃过啥啊？好了，别问了，赶紧先吃了饭再说啊。娃儿啊，咱今天过年啦，咱吃啊香油蛋花面。老大，赶紧去拿辣子和煮蒜去啊！哎，让孩子作业吃吧，我去拿。哎，瞧你这油瓶啊，哪控得出油来？风尘风土都风成这样了。你看他们这一个个六亲不认、眼光冷酷的样儿，跟4个小狼崽子似的。我今天要是不给他们弄吃的呀，他敢不把我死吧吃了？什么话？孩子们是饿急了，饿狠了。是我没用，找不回一个好男人，把他们养大。我要是像你那么能啊，孩子们也不会像这样受着。你看他们一个个小脸都肿成什么样了？哎呀，快吐了，吐出来，快吐！再来，吐出来！哎呀，慢着点儿，都别躺着啊，慢着点喝。小四儿，你咋样了？啊，让娘看看。你别吓娘啊！不成，我得带孩子回去检查伤口。这榆树皮粉子滚烫的，怕是给孩子的喉管烫坏了。那可咋办呀？兄妹，你身体还不大好，哪不躺在床上歇着？兄妹，你这样糟蹋自己身体可不行。你现在身子骨正是虚的时候，可不能不吃东西啊。你不吃东西，你不想等着银虎回来了？这孩子已经死了，你不能跟他一起去啊，这等于在银虎心上捅了2个洞啊。这银虎什么时候回来，这还不一定。等他回来了，你们还可以再要一个，正好咱们还可以讨回这个的债。吃点啊，这就对了。小四他咋样？声带烫坏了，怕是以后说不了话了。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是娘不好，都是娘不好。排长，咋办？按照团长交代的，先把这些药品藏起来再说。等我进城跟他们会合以后，再商量怎么办。是。回去啊，按时间跟小四吃，3碗水煎成1碗水，1天喝3次。希望能够遏制小四的炎症。等小朴带消炎药回来，小四就有救了。那小朴啥时候能回来？那啥盘尼西林那东西是不是老贵了？都这时候了，还什么药贵不贵的？能救孩子的病最要紧。我也盼着小朴回来，希望他一路顺利。来，站住！你叫啥名字？
史修阳大爷。史修阳大爷，史修阳，来镇上多久了？哎呦，那能有一辈子了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凭啥？军爷问你，你就好好答话，要命不要？要。那我问你啊，这镇上有没有陌生人来过呀？没有嘞，都是相熟的，哪来的陌生人？那有人管你们买粮食不？军爷，这眼下咱太平镇这光景哪有粮食？榆树皮粉子，要钱拿走。快回去吧，街上乱哄哄。人都快饿死了，也不见政府管管，整天折腾一些有的没的。你说这世道，也没见过人管咱买过粮食啊，只见政府冲进屋里，管咱抢粮食，要谁钱？可不是嘞，人家都说北边解放军可好了，要是哪天他们真打起来呀，我肯定放炮仗欢迎他们。来，进来，葡萄，放这儿。啥玩意儿？哎，白面。眼下洛城受饥荒的地方不可多，这些白面呢是我打外省调过来的，你一个人吃可以抵老久的饿了。白面全都算我。那当然，要不能管你要钱啊，自然是给你的。要不，你这水灵灵的样，饿了干瘪了去，那多煞风景啊！那我就不谢了啊。哎，我说葡萄，你老累着自己弄啥？你跟我去省城去，我保证好衣好食的伺候着，绝对不累着你。咋样？我呀，就喜欢遭罪。葡萄，我对你那好，你咋就不领情了？还想那孙银虎呢？我可跟洛城师部的兄弟们打听过了，他心里呀，只有他表妹，你是没戏了。副县长真能耐，连打听消息的本事都那么好。那是。哎，你知道，我听说太平镇新来了一个共匪的团长，专门给共匪筹集粮食的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哎，你可听说太平镇有没有生人进入过？你这消息也忒不靠谱了，谁到一个闹饥荒的镇子上筹粮食呀？啊，我只见着一家家往那外边跑饥荒去的，都叫孙克贤给逮回来了。还有谁削尖了脑袋往咱这儿窜呢？可县里收到的消息真真的，说是一独立团团长领着一通讯员。有照片没有？有照片我还忙啥嘞？我挨家挨户的搜，抓人就中了。你可不知道，这差事可累人了。葡萄，你去过我屋里了？去了，咋的？那白药是你拿的吧？拿了，我崩漏，不中啊，下次不拿了呗。那榆树皮粉子也是你拿的吧？老饿了，你那儿有多的，顺手拿了点儿。顺手？不问自取那叫偷，你知道吗？稀罕，还你呗，等着。哎。说你个大男人，为了点白药，值当吗？拿去，抵你的白药和榆树皮粉子，管够。小气鬼！好了，不行，一个穷酸书生的，值当吗？我气我的，关你啥事儿？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？下次呀，我给你带点上好的白面，知道吗？
没事儿，吃坏东西，肚子里没油水。哎呀，你说你咋让人心疼嘞？现在我给你带白面了，可不行再乱嚼骨吃食了，知道不？傻根爹，哎，我正要去你家复诊呢，你怎么就来了？哦，大夫，这个孩子在家里给急得浑身肿啊，怕是不肿了。这不，他娘赶我到这支镇上来，催催您快去看病。哎，你，就你了，哪儿来的？啊，魏坡的。这不，请大夫去看病，等不及了。关爷，他不进镇的，我去他家。那好，赶紧走吧，别杵在这儿等道。哎。要我说呀，这从来没见过面的葡萄姑娘可真是神啊！你说这方圆百里的大灾，她能紧着送上这么一顿好吃食啊？那可不是嘛！哎，团长，你还担心葡萄？那倒不是，我们还是想想我们的问题吧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明天这些粮食就能够送到镇出路口。而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必须想个法子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些粮食送过太平镇去。我原是想，我们可以绕过太平镇，取到旁边的镇子，运送粮食。不行，太平镇上还有个孩子生命垂危，必须马上注射盘尼西林消炎。可问题是我们现在只有3个人，还要兵分2路去运送粮食和药品，必须想个法子，一次完成2个任务。哎，听着那么难，要不睡醒了你还在想中不？要是我们葡萄同志在啊，一准就能想出法子来。想不出法子，谁都不能睡觉。我说葡萄，这整啥嘞？大太阳落山起你就躲在这儿蒸我，蒸了那么多题，你一个人要吃到猴年马月去？哎，难道你是把馍搁硬了当石头吃？你送我的物事可不是任由的我处置吗？咋了？现在舍不得了？哎呀，哪跟哪儿啊！我是心疼你。你说你一个人站了那么久，又不知道跟我聊聊天儿。那得等我忙完了再说。葡萄，你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咋还是对我不冷不热的？我知道，你肯定是看不惯我靠着女人往上爬，但我也是没办法了呀。哪个人不想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以前我在戏班子的时候，看到过形形色色的人，也碰到过形形色色的事儿。他们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过活。如果你是穷人的话，他们不管你的死活；如果你是富人，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，他们都会像供财神爷一样的供着你。眼下呢，就是这么个社会，所以那时我就暗自发誓，将来别让老子出来。出来以后，一个个把你们踩在脚底下。所以我特别害怕，自己永远成为一个穷人。其实啊，我挺对不起陶明的。不过呢，慢慢的意识到，如果一个女人对你真心的好，那只是感动，不是爱。直到碰到你后，
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。哎，葡萄，我喜欢你身上那股混不吝的劲儿，你跟别的女人都不一样。你笑什么呀？你对得起谁呀你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不就说我对不起陶敏吗？其实那天我想去陶敏家，但是在路上，可能是太紧急了，我的肺痨就发作了。回去之后，戏班子所有人都走了，只有小菊仙一个人在。我那时就想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，所以。啥？睡吧。祝福县长范于老鹰的老毛病，冬天还好，夏天在地通风地方待久了，就会犯病，喘个不停。没事。你快走吧，我这闷得慌啊！你快回去歇着吧。你是关心我？那可不是啊，副县长要是在我这儿传死了，我还有命活吗？你这嘴呀，忒硬。不说你自个儿硬抱着铁耙子亲嘴儿，找钉子碰。如果是铁的，那也好，我也认了。去，快扶他回去去。那我走了。我事，走吧。进来。来了，来坐，来，喝点水，别倒茶了，我赶点就走了，这会儿都啊。啥东西啊？给他下火的，还得将就。拿着。葡萄，那么金贵的东西哪来的？想知道？真想知道。那中，明个晌午你们到关卡去，出镇口，就都让你们知道。谢。啊。到镇口关卡等我。谢谢葡萄。走了啊。啊，慢走。哎。饿了吧？给你们俩馒头，来吃吧。谢谢。给。明天中午记得到关卡来找我啊。哎，来啊。团长，甭担心了，那边以为啊，咱是2个人来收粮食的。这会儿啊，咱3个人乔装进镇，又是送粮食，应该没啥问题了。我在想，要是他们一时兴起，过来抢粮食该怎么办？这个，要不我们跟他们拼了？我掩护断货，排整呀，保护团长，你们带这些药品冲过太平镇去。
这谁呀？走路不长眼的！哎，舅舅啊，是秀梅啊，你咋出来了？怎么不在房里歇着呢？刚喝完药，出来走走。哦，行了，还是我自己来了，你回去歇着啊。哎呀，可不得了了！那王葡萄呢？咋了？慢点说。今天上午，咱的那人跟着王葡萄刚出了那镇子，居然看见王葡萄一大帮咱镇里的人都在那等着他们，他们具体要干什么，我也没弄明白，因为咱那人不敢在那待着，怕被发现。那他回来了，谁盯着王葡萄啊？啊？那如果王葡萄他到别的地方，知道吗？这个好像是那个，哎呀，我再让你盯着去吧。你猪脑子呀你啊！现在还来得及吗？舅舅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还跟踪葡萄呢？说咱们镇上混进了共党班，怀疑是这王葡萄在帮着他们。哎，秦官，哎，你赶紧通知朱梅，咱们一块走一趟。我倒要看看这王葡萄在做啥。快去呀！快！拦住他们！慢点，快！拦住他们！哎，慢点！我说葡萄，你们这整这么大阵势，啊，这乌泱乌泱的，要造反啊？啊！这会儿一个个都饿得腿脚都不听使唤了，还有功夫造镇长您的反呢？不造反，你们这整这么大的阵势，找吃食呢，没看见啊？要不镇长您给发发粮啊？你们这筐里头、背着篓里头都是吃食。废话，这一眼都看见了，都是外头寻来的。怎么着，老赖着镇长你看不上？亏了镇长看不上，要看上又没咱份儿喽。死赖，这不哪儿都有你啊？你说的啥话呀？啥话呀？大实话呀！哼，可不是，原本咱还落下些存粮，现在也都让镇长抽税给抽走了。现在又是饥荒又是大旱的，我们不出去找吃食，还等着人吃人不成？还老整个啥棉衣缝制？我劝镇长啊，熬不过这茬，还不如改了做兽医，还能稳赚不赔嘞。你这越说越不像话，这税是让我一个人要收的啊？这是洛城政府来的人，这哪个知道啊？指不定你们得了东西，两相分了呢。不管你们背的是什么，都挨着个的检查。凭啥？设关卡查的是外乡人，咱这个个土生土长，闻着都是一身太平镇的味儿。镇长这是想着法的，又抢咱粮食啊？就是，还想弄啥？走，都拼了命了。整啥嘞？朱县长，葡萄，你也跟着瞎闹腾。谁瞎闹腾？这会儿个个能落一口肚子里的吃食都不容易，有功夫闹。你不是？我说大镇长，你这大热天整啥呢？闹得大家都不安生。朱副县长，我这不是在替您搜查共党吗？我怀疑他们。你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就2个共党敢明目张胆的进镇子，他们呀打惯了游击，总喜欢猫在某个角落，趁你不注意给你一棍子。我跟你说这个弄啥？你也听不懂。得，大镇长，你呀还是看着染坊比较合适些。这些个劳累的伙计你就甭理会了啊。好，朱副县长，算我多管闲事，您好自为之。出来，都散了吧，该忙啥去。走吧，赶紧散。
你说这黄阎王今儿咋转了个性儿呢？你听他那嗓子底下拉着个小风箱，准是痨病又犯了呗。哼，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恶人自有天收拾，馋死他才好。那感情老天爷这会儿打瞌睡去了，咱这么些好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受苦受难，又是饥又是旱的，他愣是一滴雨都不下。你吼大声点，往上了吼，给老天爷叫醒了。他老人家一高兴啊，没准少瓶药去，让你好舒服。你去！我瞅着这老天爷脑袋也不咋好使，瞧着世道给他管的，那个叫乱的，指不定他赏个雷下来把我给轰了呢。安妮西林果然是脱销了，小四的炎症也退下去了。这些天多给他喝些面汤、红薯汤，避免再吃生冷的东西，要注意好好休息。上次我给他抓的药，继续给他吃。如果过了3天，炎症也不下去，就把药停了。知道了，唐老。小四儿的命，就多亏了你和葡萄。我这个当娘的，真对不住他。小小年纪，嗓子就让我给毁了。别当着孩子面哭，他现在正需要你。要是你都挺不住，你让他怎么活呀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葡萄他们已经把药品收集好，在镇子门口等我。你们仨不休息一晚，连夜就走啊？不休息了，前线的战士正急着等着我们把药带回去呢，一刻也耽误不了。走了。刚收成药品，那个朱梅又来找他了。葡萄为了叫我们不给他发现，把我们都赶了出来，还特意托史大哥、史大嫂送我们出来。他自己是来不了了。我就说那朱梅咋就那清闲呢？整天缠着个葡萄。哎，要我说，咱要不冲进去抢了葡萄，一道带走，最省事儿。去，馊主意！葡萄要是在啊，你这肯定是哑巴开会，准挨骂。你甭担心。朱梅在葡萄那儿可讨不着啥好钱，葡萄能着嘞。放心吧，还有我们呢。葡萄可是交代了，一定要把你们安全送出镇去，要不然能把我和赖婆子剁吧腌来吃了。走吧。表弟呀，那个你跟童闹学医可得用心啊，要不然你看我给你头顶子开花。记得。来。你们这是哪个要出去啊？官爷，我们急着赶回洛城的。我叫孙少勇，在洛城的医校里边教书。这次为了双抢回来的，刚好赶上镇上的一个乡亲病重，就一直照顾他到现在。你呢？他是我随从。对，这个他是我徒弟。徒弟。那他呢？我是他随从新收的学徒的表哥。我咋听那么乱呢？咦，你个猪老子，那啥乱？对着呢，他们是两口子，是不？哎，对，长官您说的太对，您真聪明能干。我就说嘛，赶紧走吧，天儿不早了。哎，走，抓紧时间。走，慢点啊，好好学，慢点啊。哎，回家，咋还不回家？哎，回家，这里。走。哎，不是，朱副县长交代过了。进出的每一个外乡人都得问清楚。我看那个随从像是外乡人。咦，说你是朱老子吧，你还真是个朱老子。那朱副县长可也交代，共匪是几个人？2个人是不？是。那刚才是几个人出去啊？3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不可能是共匪嘛。哦。咦，这就对了。
还是回头和葡萄见一面吧。他像是有话跟你说。他如果要说，刚才早就说了。他心里藏着什么事儿，想说也不好跟我说。那么复杂，啥意思啊？咱们走吧。哎，这就走了？你俩好不容易赶上，也不道个别啥的。团长，这几天咱都紧着送粮食，一直有个话我没机会告诉你，就是上次葡萄给咱送现大洋的时候，在袋子里给我留了话，叫我替你把它保留下来。报告，独立团团长孙少勇完成任务来向丁书记报告。少勇啊，这次的任务你完成的不错呀，懂得了随机应变，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，给我们前方的战士们带来了一杯宝贵的药品，我得给你记上一功啊！这多亏了沿途的老百姓帮忙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也不可能完成的这么顺利。年轻人胜不骄，败不躁。难得啊！您是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洛城战区最高的指挥官吴司令员呐。哎，吴司令员这次来是有特殊的任务交给你啊，请首长指示。负责策反申银虎以及他率领的国民党第9战区第4师。儿子，你咋回来了？回来了！五和，你这衣服穿的不赖呀。哎呀，我说我五和带着媳妇儿，带着老爹回来了，乡亲们啊！咱镇上的兄弟姐妹们啊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哎，我们先回啊！哎，走，我跟你一起回去，哥。咋那么干净呢？前段时间你头脑哥在这住，瞅给你收拾嫩地上。头脑哥？他咋来给我看院子了？你不在这段时间啊，咱太平镇发生的事老多。等你安置好了，闲着下来了，我再一样一样告诉你啊。五和，哎，哟，哎呀，你咋回来了？我爹呀想落叶归根，我就带着他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媳妇儿，来，这位呢是咱们镇上做沙的孙可贤，孙老爷，媳妇儿。哎呀，这房子这么小，怎么住啊？乖啊，明儿我休息咱年头。来，看看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啊！哎，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啊！来，这些呢都是云南自己的特产啊，自己分啊。哎，还有这香囊，咱一人一个啊。给我一个，来。五和，在哪儿发财啊？嗨，我在云南啊包了个山头，种红薯。哎，那个地方没有冬天，种了红薯疯长。这伯伯就种了这么几茬红薯之后就回来了，回来想看看你们。哎呀，五和，可是你回来真不是时候，现在镇上闹饥荒，大伙儿都饿着呢。啊，那可不能不回来。这说啥回不回来的呢？五和，你这都娶上媳妇儿了啊？我也不能总光着棍儿来。哎，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二大呢？谢账房呢？他们咋没来啊？哎，葡萄，他们咋都没来呢？我这儿还要给二大带来的上好的云南烟叶呢。我爹叫政府给枪毙。啥？哎，葡萄，这二大咋就成了汉奸了？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？这是二大爷的儿媳妇王葡萄，那是我媳妇桃花。可是娶了这样的，你就乐意找这样的哈？哎，
你就快告诉我，这究竟是咋了？这是？就是叫政府给毙的呗，都1年多了。不能啊！这几个月前，我在陕西打零工的时候，在采石场看见一个老头，那长得和二大可像了呀。你不是在云南种红薯发了财吗？咋又跑陕西去了？采石场是个啥地儿？哦，那是在早些的时候。现在云南那仗打得老饿了，采石场那儿主要就是开矿、种地、采石头啥的。我那天经过他们种药材的田地里，我看见个老头蹲在那儿拾掇黄芪，我瞅的就是二大。他们一直把我往外撵，我还叫了他几声，他没回头。采石场在哪儿啊？在宝鸡那边山里啊。离洛城远不？咋着？你想去？就这么一份。先走了吗？慢点啊。告诉你的。受了那么多，背也驼了。我以为见着爹能高兴嘞，可这会儿咋觉着那委屈？也不知道这委屈是谁给我的。我就知道这小子好不了，早晚都得给我露出去。你要是不知道鲁河那张嘴，他一张扬，指不准太平镇就派人来查了。过2天啊，这里呀要军事接管，还要查身份嘞。饿不饿呀？既然来了，我带你吃顿这里的饭菜吧。